位观众朋友，早，欢迎收看12月12日公视台记台。台语台成立当初是就设定讲，除了是多元发展以外，希望当媒体会当南北在台语台创建了第3档，阮就开始开个南部中心，希望伫南部有一个业业地，还有节目地，会当互南部的人来做重视这个节目的制作，是新闻的制作。真大一步啦，因为媒体算是足强势的力量，台语嘛总算等到一天啊，就是希望台语会当透过这个媒介，会当继续传承落去。包含我要收大，也阁有收这个新闻的稿，拢还阁有真侪需要克服的这个难关，对阮来讲算是一个挑战嘛，算是一款成就感啦。其实我感觉新闻会当对南部拍信号安尼播送出去，其实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咱咧播送出去咧，咱会当互全国观众，还是讲咱全世界观众，互人看到讲咱高雄的进步，咱南部地区的进步，即互咱的在地声音会当传播到全世界去。咱总算会当对南部的观点来出发。我希望讲南部中心也甲伫南部会当有起到一个意见领袖，伊的理念会当伫咱台语台放上，这是我对未来上期待。有一句话讲，用心就是专业，我是安尼相信。咱的高雄会当讲是我人生当中上届正确决定，上届成功的决定。